花，唔惊风，都行拢挂真天风。筹备了这个活动有一段时间，然后我们的道具都是让长辈自己挑选、自己打扮，然后他们很有创意，像是有军人风格的装扮，然后也有像巫婆的装扮。是阮这树卡里吼办这万圣节活动，啊，大家行出户外，然后为了让祝大家万圣节快乐。